有日本奥斯卡之称的第42届日本电影金像奖，一日晚间在东京盛大举办。33岁女星安藤樱以《小偷家族》拿下影后，而这部片也拿下8项大奖，成为本届最大赢家。深田恭子则是以电影《飞上天空的轮胎》入围最佳女配角，虽然最后没能得奖。不过一袭身低高叉白礼服现身，瞬间成为镁光灯焦点。日本女星深田恭子穿着白色礼服出席第42届日本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，胸前深 V 露出事业线，裙子也开高叉，优雅地坐在高脚椅时，美腿全看光，完美曲线一览无遗。她以电影《飞上天空的轮胎》入围最佳女配角，虽然最后没能拿奖，但好身材让镁光灯闪不停。颁奖人伊索广司，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树木希林，拿到最佳女配角的是去年过世的资深女星树木希林。2013年曾以《我的母亲手记》拿下日本电影金像奖影后，这次以《小偷家族》第4度拿下最佳女配角奖，由她的女儿内田野子子代为领奖。她出道多年，演出大小荧幕无数作品，是日本有名的个性派女星，接受过近10年癌症疗程，在片中温暖的演技将永存在影迷心中。《小偷家族》这部片除了女配角，还拿下最佳影片、剧本，以及连续2年获颁最佳导演的是枝裕和，还有最佳女主角，共8个奖项，成为本届最大赢家。颁奖人菅田将晖，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安藤樱。33岁女星安藤樱打败黑木华、小原凉子、松冈茉优及永小百合封后，她上台领奖时谈到前年升格当妈妈后，同时兼顾家庭与演戏的过程，忍不住激动落泪，而男主角是她。颁奖人苍井优，伊索广司男星伊索广司则以《孤狼之血》击败冈田准一、管广志等人，睽违20年后第3度拿到最佳男主角奖。这部片也得到最佳男配角、美术、录音4大奖，而创下票房黑马的《一尸到底》则是获得最佳剪辑和最佳话题电影。